新闻头期先来看24位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，7月2日要投票。双北市长拢去徛台支持党内立委。针对总统赖清德表态支持大罢免，蒋万安甲民进党骗上，讲因假都唔愿假啊，是上大的诈骗集团。韶关扩办市体党内立委徛台，新北市长侯友宜陪汪凤美到市场内拜托，对抗罢免。不过，之前新北市选委会办理罢免代志时阵，讲到踊跃投票，和中山会三度拥有能力，强调必须维持三部中立。原来侯友宜是安尼讲的：公民参与踊跃投你新型的一票。我再讲一摆哦，大家站出来，公民参与踊跃投新型的一票。24位国民党立委罢免案投票日剩无到1个月，国民党双北的首长拢顶当起来，蒋万安也陪李干秀4个拜票。除了总统赖清德前一天讲爱甲公民同行支持大罢免，伊强烈表达不满。一开始找各种理由跟借口，现在完全不演了，就完全是站出来在第一线，全力来推动大罢免。民进党就是最大的诈骗集团。国民党被起诉的这些违法造假，蒋万安说的不就是自家中国国民党吗？那国民党这边罢免团体三度被下野找民进党民意代表斗阵，要甲罢免新关到全面的选战。成立选团，民进党是利用拜六举行公益发财天农民活动，主席吴国昌呼吁民众7月2日出来反对大罢免。过去承诺给台湾人民要推动的改革法案，最后竟然都是在野党，我们携手合作把它推动完成的。那至于大罢免，从头到尾本来就是民进党发动的。柯建铭已经讲得很露骨了，我想赖清德总统终于也不再扭捏作态。也若无伫这波7月2日投票7个罢免案，最后完成补件2案，罢免国民党立委杨庆英加江启臣罢免团体，地告分别补送4755分加3955分的连署书到台中市选委会，拢比法定补件标准较悬。杨庆英本人表示尊重，江启臣是无正面的回应，只是强调要甲心力放伫对的所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